係啊，各位聽眾，歡迎你人到啲嚟邊嚟學嘅你節目，即係呢排我就歡喜老字輩嗰隻，超字輩嗰隻到啲嚟了，我老趙微微娃娃歡迎，大家好，嗰隻到啲我是嚟。娃娃。嚇，嗰隻到啲嚟參加我人啊，講有笑有啉有幫助，我啊，無哋係咪咱特別換名淡薄啦，我特別換零嗰條嘛超，the 超級白領啊？the link 哦 零 the link the link， ，the 領啊，大領啊。แต่零嗰條嘛條，唔係啦，你 VV 爸爸，你有 equity 啊，你就你 VV 爸爸係咩啊？係咪？人瘋咗咧，人瘋咧，你陣間人不義咧，所以但係你有成日。對，但係時我拄着一間聽眾，你伊講伊袂曉起來安怎講，伊袂曉安怎起來講。嚇，有你開你把開嘅一班嘅 boss 咯，家人安怎起來變嚟學見咧？跟那 N 刀嘅 AK 呢？啊，一間人到咯，人到咯，一間。哦，就係我哋第一時我 send 互你看。嚇，人到咯。哎呀，唔係你就去講就你去講。就你來個白人個，我緣投啦，我水啦，嚇，แล้ว冇แล้ว講，冇你咪講去，你講人看到你名嚇。Hello，人看到我名，無就是有人叫我咯你講咯。人都講咯，你名微微娃娃已經有 equity 嘅名，就是講你 equity 是講你名有 value 啊，就你名微微娃娃有 value。好，thank you 大家嘅支持。是啦，個你私人變就當時個麥起來嘅。什麼？ OK，無閒嘛，today 是真正巧合誒，你就就是講豆嘅叫我慢慢起來嘅，แล้ว我到檳城嘅為何衝對來啊？咁你講。變到對來啊，四字就報下車啊，咁你講華車華8個啊。喲，你車都個在搭taxi 即個車牌啊，你都講。你頭先嗰隻查掉，你車乜嚟？你車係開到8個咩？你車係開到8個？冇啦，at least 8。你8個係每六個了，一路係每個啦六個啦。但係8歲隻咩啊？你就到大橋為了70年就。啊，唔使。OK，然後啊，這個禮拜咧，我話題上面呢，我哋你阿妹介紹別人哦，對，sorry，啊，咁เรา超級拜咯，แล้ว是超級拜是我係紅嚟啦，係打斷係啦，แล้วก็老椒槍棒啊槍，槍棒啊冇咩？咩？棒啊啦，頭先是我是實槍啊個講啊嘛。朋友，講小夫都未記。啊，來，你愛槍啊，你槍個知道？你知道，แล้ว你知另外老椒就是加工咯，歡迎加工。大家好，แล้วก็น้ำทราย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你豆嘅，大家好。啲是加工抄嘅，豆嘅，抄豆，唔是炒豆加工。安怎你話講滴滴滴嘅？ Hello，咯，唔到錄來就有啲啲啲特快啊都啲咧。哦，我聽無着半行嘅喎。係啦，because slowly computer 係 signal send 出來嘛，所以你咪別睇到咯。哦，你冇講話是 mute 到嘢啦，講話是開到 OK。แล้วก็炒豆呢？這是你去寫嘢係咪啊？寫寶寶啊？寫寶寶係咯，冇寫了嘛唔是咩？我要幫水。幫水係咩事？幫酒啊？唔是啊，就最搞嘅先啊！維娃娃啦，佢維娃娃是豬係嘛？冇啦，呢是加工嘅㗎。我啊只講沒有了嘛。哦，係啦嗬，但是維娃娃就是豬嚟嘛？北海嘅豬，北海嘅豬啊，你20幾隻狗嘛？20幾隻狗，30幾隻雞，70幾隻鳥，9隻龜。二棒龜，二棒嘅龜。OK，แล้ว咱等不啦陣機對嚟，唔是等即個炒豆對嚟，世界人講石嘅係咪嘅？OK，等我咪講石嘅，咱就最
都生囝有生囝，咱使講到嚟生氣唔會使啦嚇，到啲生囝是講起加去，到嚟生氣，到啲又吹晒嗰時，生囝到嚟生氣，就係生俾你生啦，咖啡邊咖啡啊，同教吹咖啡咩？我在幫配時就驚使出來。哦，冇冇 sorry，嗰一間抄到來啊，嗰一間都冇介紹。成間咩我就冇聲。會使嘛？會使咩？佢實講佢對。跟住嚟鬧聽你是佢對。哦。誒特別我講我講我聲，我麥聲話那是啊，可是有。Hello。等陣，我咪講嗰時咧，另外一特別嘉賓是到啲 Skype 嘅會代入頭。Hello。嚇，代入頭嗰另外一個。誒，就講走啦咩？我出邊，冇啦 mute 出邊。啊 ，OK。就等我會話講係咪你麥聲了嘅事？哦，你買。但係是你麥聲了啦，啊冇你把聲了啦。我你把。啊冇你講聲了啦。我麥聲話那是。天台你好。都天台，我本每日就物件。我話天台是講等陣啦，天台。你咪聽下天台。你抄。啊？微微嘅抄。啊！微微你嚇？你講乜聲啊？抄即係你教咩？你件教賣啊？冇啦，講笑。我咪講嘅是誒，做咩事？我使咩梅羅字下面呀？咁少啦，直接講炒字擺咯，唔講炒能椒呢？能椒啊？我即係壞喎。係啦，能夠 because 你知咩？我介紹你在這字。咩炒麼炒字擺呀？你話你唔使買咯咩？是炒你咪會使，特別較濟，because 這濟炒話是大波，講實大波真正 misogynistic 嘅啊，伊會當個了名啊。對，我會記實講有人講過啊嘛嚇。嚇，你名你特別你使人邊咧學勁計做嘛？挪蘭趴。特別大冧趴就是命大波咧嘛，唔是咩？特別大啦，咁是大冧趴，挪蘭趴。挪冧趴嗰度。成日，依家你是照人噶啦，挪蘭趴。這是假度嘅咯。誒，抄字擺冇度啊？字擺抄是 maybe 是無寫情期，嘛？你都講人挪。誒，都別貴啊！依家記咪事啊咯，抄字擺。伊是一個 protection 嚟嗰度哦。係咪？伊是被洗甲胖出來嘅，洗袂掉胖嘅。你成個婆婆洗變做你 just me 呢個很正多都是樣嘅。你成個洗冇。洗。我講這個佢哦。呢個字擺洗好，只胖啊變做 CK1 去啊。Chanel 洗條情期嘅，洗條情期唔好嘅就讀得冇人家啲洗甲大字洗佢就唔使。係啦，婆婆是。人講嘅就煮洗咯，問夾沙本洗。別人沙本直情期嗰洗咯，伊是俾 protection 嚟嘅。你就咱講是婆婆是 self cleaning oven 係嘛？你自己洗。會使洗特別你就係 pH neutral 嘅，你袂使上有 alkaline 嘅。如果 pH neutral 本是電腦刀呢，你袂使一起倒咧就洗嘅啫。沙本。係啦，嗱使那是 pH neutral 會使 pH， 但係你 make sure pH neutral 就好了。誒，別使洗上清氣嘅我知。你洗清氣，有 doctor 本冇 encourage，伊講你 because 你身軀嘅 bacteria。伊嘅 natural flora 冇錯。excuse me，你老未使用上佢哋 pH 係咪咪洗？冇好嘅，你在 pH 下面哦。pH 下面。AI 是 AI。係咪洗哦？係咪咪叫？啲地龜係我啦。我走我做 pharmacy 嘅啲仔哟。喂，是你 pharmacy。定等你爸爸只病當劍我教佢帶啊！你係你 protection 啊？誒，
你少年查某啦，你会先學的啦，你上看咯。等陣，話啦白啦，別使，或者你教英嘅時你硬啊，你我一朋友教講嘛，伊講有一個 auntie 就是去看 doctor 吼，迄 doctor 一開來看，哎呦，安尼嘅。我就 passport 嚟你知。伊就問迄個 auntie 咯，伊講你用面來洗嗰度，迄 auntie 講用面嗰度。Vim，哦，得多。Vim。用得多來洗咯，所以你說阿多講都別用得多。เขามีเปลี่ยนออย 未起啊，咁講。等陣，即係你有冇叫過啊？我袋入頭，我哋講條自閉。จีบายเปลี่ยนออย ปอเป็นออปอ อันนั้น係變我，อันนั้น是咩草？變我而家寫就字嚇，你講用咩寫？用得多寫啊？阿咩？你看 auntie 用得多寫。哦。So because 伊用得多寫是伊希望講伊寶寶被炒嘛。拿清氣啊，你炒清氣。未使嘅，未使。即係炒是 OK，嗰兩把路就屬講 bikini wax 啊。你養我皮㗎了嗬，呢啲是唔好嘅就，你別使皮㗎了。你寶寶係條筋，寶寶係條筋。伊是一個 protection 嚟嘅，伊是咪害你 bacteria 子皮嘅就，你冇摸嗬，你 bacteria 就應該得。哦，那，啊，你特別，係啊，真係平時見看到個了。阿仔啊，嗱，你台灣個博講話咧 ，Hello，鬧咗為咗，那是父母咧，我只 fat fat 冇皮嘅。等陣，我咪聽我係博博講話。阿 John， 我是老博博。阿 John， 嚇咩？到嘅。嘅，那是總時間你講薄薄嘅topic。是啦，你咪成家咪都用薄薄嘛。薄薄嘛嚇，咱就別了解薄薄啫。就俾咱了解薄薄就成，咱梗係較深淡薄。較深。特別嗬，咱有陣時開刀啦，無正正。一個冇正正。特別我有拄着台東啊，我有 experience 着迄個多聽，啊，我有 experience。你有人講巴肚痛咧，羊水就啪，你看到成。未必誒，會，我是無特掉誒，無特掉誒。你冇聽就破啊！劉宇話成個字湯水 from 裏邊冇。嚇！一把辣醬雞接出來。燒什麼係咪？你講食辣醬雞？我食不辣醬雞時嗬，我是成破水。嚇！你破水啊嗬，然後就接落份醋咯。Because 我有 fibroid 嚟嘛，我有不辣醬雞時我有 fibroid。fibroid 是係咩 fibroid？啊，水流。水流係咩啊 ？OK。水流啊，成日是嚇。唔是葡萄啦，葡萄是波輪嘛，唔是？葡萄咪是 fibroid 咯。葡萄啊？葡萄是 grapes 啊？fibroid 是一粒嚟。哦，你南面有，你是講南面，你。fibroid 是一粒。fibroid 冇錯是係咪 ？fibroid 冇錯是纖維瘤，反而叫做。你是 fibroid，前粒是 cyst 嚟，但是 fibroid 就前粒誒 ，fibroid 就前粒誒。即是到啲你到到 ovary 啊。uterus 啊。嗰啲 uterus 嚟。成幾大啦 uterus 啊？唔是啊，佢哋講 common 嘅。嚟冇係你唔是成個大，菲律賓雕。uterus 是你做內嘅位啊，做內係你 uterus。你是 ovary 嘛？冇啦，你是你 tube 菲律賓咩？卵巢是喺你唔是咱就是無老管，就是安尼啦，伊個掉。你發落去啊，是你鬼啊！打電話可以講掉幾鬼啦！係啊，今日咱先再講無老管，咱先再講。我知係咪掉？菲律賓掉啊！แล้วเป็นจอเหรอ係本身我是上尾啥做人生แล้ว不過我聽10正咋哎呦你講話差唔多想แล้ว強到 the next morning 去啊แล้วdoctor 講唔使 because 我係這個羊水
破啦，破啦因為我每你嘅水破嘅時候，你是唔是一來出到啲你嘅卜卜出來？是咯，是。你敢若 clear 嘅水呢？有血水哦，是。伊無伊是黏黏嘅。哦。because 你生點生時候，伊就是黏黏啊，你見佢用出嘛。good 可以哦。yes。像 lubricant natural lubricant。差不多愛生時候。我係抹叫我隻隻okra 嗰陣。哦，陽光合嚇，伊講隻 okra，佢隻淡薄我都愛生時都用生咯。嚇，英國中就是超個亂咧，當叫我仔個。超個亂咧嚇，佢就係找嘢。我個仔冇電腦面聽講咪記得。你使亂講我啦，你使亂講。Maybe 有 scientific 嘅之類呢。冇啦。I think 是 okra 是 because 咱嘅講愛生時都知啊，伊講你差不多愛生喎。等人隻狗呢，你以形補形嘅嘛，你只看即個豆是隻黏黏咧，可能哦，咪是係咪啲生。卜聲是黏黏，個骨型出咯。我是你咪就 lotion 啊 ？fibroid 嚟，係你是 fibroid，呢上格呢一粒啥葡萄啊呢？係你是 fibroid。但係已經有看 fibroid 在這裡。你我看我 share screen 有，我看我寫嗰邊掉。啊！等你會，我等看掉，特別我唔知係咪筆是係咪會。嗱，這個咧一粒嘅是 fibroid 嚟咯。到底這裡是誰家倒來？這是誰家倒來的可能咯？誰家倒是 womb 哦？就是 womb 啦，唔是咩？uterus 啦嚇 ，uterus 咯。然後伊 womb 裏邊啊有一粒嘅，係呢度是 fibroid 咯。啊！哎呦，你安怎啊？你頭媽你講一粒嘅是 cyst 嚟，係你 ovarian cyst 就是一粒。嚇，係你是一粒嘅，到啲 ovary 有嘢是一粒。係咪佢叫佢國中起來啦？嚟緊係在。但我未確定，你知咱有咧，咱尤其是咧大波啊，無咪知。迄個uterus 是唔是個 womb 是相位嚟？相 ，uterus 是 womb 嚟嘛。So 伊個 ovary 是 above 你 womb 唔是 above 你 uterus。ovary 是邊啊 ？left and right。邊啊 ，left and right。你看這裡丟無？你看這裡丟無？啊，伊是接起啦。你 ovary 是位嚇。我看到頂面，伊頂面你第四點嘅小影嘅是伊有，第四點嘅小影有接起。哦，伊話你丟發咯。啊，丟。你丟咧就是就係硬丟外面嗰度 ectopic pregnancy。哦，嚇丟，伊丟，伊參，伊就接起來。伊見啦，無而家要出所掉啲邊㗎。掉啲喺你接裏面。一掉死嘅，就冇係死嘅，是無。懷疑叫子宮外受孕。所以一掉過一刀嘛。我掉過一刀。就是哦。我掉過。伊是會包仔落啲邊㗎。我是差不多3個月到4個月咯。แล้ว我不到直直聽，你知啊？我唔知你 pregnant 嚇，我 period 來淡薄。嚇。แล้ว我就想講 period，特別不到直直來直直大，你知啊？哦。because 我唔知 ，because 我冇經驗，安尼可能唔驚，我有經驗是有只懷孕我腦驚嘅嘛。แล้ว子宮外孕我冇經驗，所以我唔知你知啊？我唔知，แล้วbecause 我過嚟 period 嘛，所以我咪想講，我唔知講我有先啊，特別我 feel 到我到直直來直直大，你知啊？แล้ว after 呢時候我不到痛。你在是聽咧，你不多啊？不多直直聽了แล้ว我去到近處，你知，แล้ว係doctor同我講，你囡仔是未用嘅。伊講第一好呢，你同佢對，because 到咗近處本冇用。伊講因為一我就甲你開刀，二呢就是你家己放出來。哦，伊家己揀出來。แล้ว我結果我冇開刀咯，我到針板位嚇。我到啲台落嚟嚇，我坐落去啊，伊家己規咧夾流出嚟，炸波。冇，要大汗了，要大汗了。我講下，你若是有放出來啦，伊叫我翹起來係看。哦。แล้ว我冇法咯，我特別穿 glove 咯，穿 glove 我翹起來係看咯。แล้ว我就係嘢係看下，伊講 baby girl 嚟嘅。哦。你啲看出嚟啊？แล้ว baby girl 係伊講我講下開個仔，你放個料出來嘅。講你放淡薄，個春淡薄啦。我諗特別教你寫啊，講你特別開到。但係叫你睇，伊是要看你，到底要放出來嘅了。出來咯。แล้ว after that 哈 ，after that 過咗後一個月你看下。伊就甲我係 camera 落去照看我內邊有清氣咯。
伊要 make sure 看你無 because 就冇係死嘅，啊，無你就會成 cancel 嘅，我你估啦係 cancel。嚇，你個直直塔咧，一個直直塔你菲律賓掉嘅嗰條塔。嚇，我冇掉過一刀呢。有時好彩冇爆炸嗰度，你爆炸是愛開刀做 operation 呢？是啦，如果是刀嘅，你就死嘅了嘛。伊愛 remove 你嘅一個。伊是爆炸，係咪？伊是爆炸是伊嘅菲律賓掉破去啊？掉爆炸。哦。因為見到小大漢咧。OK， 因為伊掉袂僵嘅嘛。啊，掉，伊唔掉嘅。OK，是 uterus 嗎？你話仔除咗呀？我硬有我知啊。那伊係仔咧，伊另外一個仔嘛。仔硬有知啊。係啦，伊另外一個仔嘛。我哋係仔，大仔，阿 boy，大仔。唔捉，阿 John 我俾梅魯前，有一隻 curious， 我所以就梅魯唔知。係咪嘅？你特佢講你硬啦，你 consider 你是硬或冇？啊，冇我本是硬。哦 ，because 你 answer 為 question 啦 ，because 我特別未知，所以安怎是硬甲硬，還是硬甲冇？硬甲硬。硬甲硬 ，OK。我 because 我嘅 role 是嘅 partnership 嘅 role 嘛，無半大波還是雜波嘛？無半大波雜波嘅。無半嘅啊，無半嘅。My God, it's delicious。家己做啊 ？I think 家己做嘅。但係你唔是食啦，一輪。我冇同你講嘛，嗰件係我食。你冇講你尋字，冇，我食。我只村入面啦嘛。我快啲食啦，媽媽。我個叫好食哦 ，bacon and cheese 啊。家己嘢我哋好食啊，你硬嘢嚟㗎好食啊。我嘅係抓誒，我係嘅係成都嘅燒烤誒。哦。你特別有睇驚嗬？你 OK 啦，媽仔嗬 ，suddenly 大波誒 implant 誒成件啊，啷嗌哦？唔係。我那是講，我那是愛見嚟講。我那是愛見嚇？誒？食久了咯，我看20年前就有了這裡。有咩？大波啊，有影早20年前就有了，大波伊人會放啲喺你西會多，會搞到位啊，會互你食。唔，呢個一隻好。但係英國掉我意思，你看冇估英國掉會難做啊！我咪讀過這隻古語。而家講，這是唔是講嘅大波係第一隻查波係荷爾蒙加嘅？嗰一個是 lesbian 嚟嘛？所以人就咁答我。伊是 fertilize 了，伊 already fertilize 了誒，這個伊大家嘅查波魚啦，特別伊 fertilize 了，伊個嚟 plant 入去喺大波誒。大波第一隻查波荷爾蒙是唔是 ？No， 我知啊。應該是。唔知啦，我諗講，嗱再講，但係你講係你自己。有人講就 rumor 咧，講。冇啦，按debunk 嘅 study。冇隻股。debunk 嘅 study 啊。隻股以前嘅仔哦，冇影啊。隻股了20年前有了誒。20年前你咩事都冇看到 news 講大波成驚。冇，等陣。Hello。我俾講嘅是，我乜講咩啊？成驚。冇，我那是講嚇，會驚嚟講我度 adopt 啊咯。頭先啊是伊袂講了個嘛，伊成日是頭一個講伊有咧追流啊，你after that安怎？你講你寫不啦真機，你講寫不啦真機。我寫意思我有追流，我 pregnant 啊不啦真機3個月時，我直直來硬就要直有流血呢。แล้วเขาเลยสิว่าจะบนเนี่ยตัว KL มาแล้วว่าจะตุ้ยปิ่นแนงเนาะไว้ปลาหลังโบสีมาซึ่งว่าจะตุ้ยปิ่นแนงเราจะตัวปิ่นแนงเราใจแล้วไว้โซ่ตัวก้องไอ้ลูกขี้ควานลูกคุณกะเขา because จะห้องเฮียมบ่ลูกกะ3 months จะเองกะลาวมาแล้วว่าจะเจ้าที่Adventist is called doctor จะได้อมอลูกคุณนายอมอนะแล้วอีตัวว่าอีตัวไอ้ปังตังแล้วแล้วจะเหมือนกันว่า是係你 reception 每個要愛看路哦，睇到每場，因為是愛看路就 OK 咯，對。你看話咯，你就看話一隻話咩嚇？
伊人下手落去隻你會先嘅，你知喎？係哦，就係呢個。係咪叫做係我真驚，我特登真驚。不，係咪意思？你自己卜卜裏面嘅咋？你係自己卜卜裏面。我真 phobia 係真。嚇！對，你係就是，即係說在伊要隻看，因為我直直來硬嘛，伊要隻看我。誒，帶兵嚟嚇，帶兵啊！帶兵。啊，帶兵。會 hold 住你 baby 哦，你知喎？因為你安裝係hold 住 baby 後啲頭路有冇嘅啦，頭路對，你看喂，點解有嘅？有力就 hold 住。冇家裡呢係啊，是叫佢超。家裡。你講係超自己。我有咧會係超自己轉嘅啊！有咧是過嚟超仔自己轉嘅啊！係是來聲是一轉路啊！本是算是規支超接 L 咯，本有啊。嚇！我係是我，如果是未看你會 hold 住你 baby 哦呢，所以佢直直嚟講啊，你 baby OK 會使 hold，不過你直直來硬 ，because 伊講話條真正假。哦，所以伊 baby 我3個月4個月，伊有卡有手啊嘛，伊直直頭我打波嘛。怪嘅啦，不啦真嘅。特別嗬，特別我有聽講啦嗬，成日講話當時啦，一般是伊 pregnant 啦，伊 pregnant 較假啦嗬，伊人講行路蝦米啊，特別只小心嘅話，冇有當時伊會拍甲佬出來咧。啊，特別我甲你講啊，我講好聽，我拄着即個陸軍真正搞。嗰啲 Adventist 會影響，我都係知你阿媽佢一真正搞，一大邊佢做30年啊嘅，跟住看超級版本唔係看嗰啲嘢。你邊先看佢娃娃啦？講佢話看咗30年。แล้วอีจะขวาว่าในควันเหรอแล้วอีตัวกว่าสแกนรู้ใจอยู่แล้วอีสแกนยังฮะอีตัวกว่าก้องแล้วเฮก้องว่าแมนเดิมยองรู้จัก厲害本啊，人是成日รู้成追你會講。一個叉燒啊，你知有？伊講你特別你會這 baby 上嘅，所以你真應該撈嘅。伊講唔要緊，我甲你拍針。哦。แล้ว伊甲我拍一個針落去啊，伊 Q 把來針寄起來咯。哦。係咪知啦？伊拍一個針，伊 Q 把來針起來。人家 Q，你知有？人家 Q。伊 baby 嗬，3個月啦嗬，伊拍針落去，係你針嗬，會好壞 baby 較滾淡薄，你知？你殺你啊！唔係人哋嘅，對。你唔是嘅超啦，係唔是嘅超 Q 啦，我成日將 Q 插入你嘴。係啦，你講超嘅，即係個 B 嘅超啊！啦個 B 超。你我成日講，doctor 是魔術，做魔術。唔是，因為嚇，伊真厲害，伊這個 doctor 真厲害，我同你講我拄到這個 doctor 人家真好，你伊個我拍針你就要拍了後。輕啊！你看到我巴刀哈，夾無一禮拜呢，巴刀滾起來啊！哦，我巴刀滾起來，你知有？然後我知拍面啊！我知拍面，伊拍不啦真機接到啲頂面位，所以已經接喺走佢頂面出。我愛接不啦真機，你去吹。特別，แล้ว伊拍喺滾起來，然後伊就學我食淡薄較飽嘅藥咯，伊驚講 baby 上細痕嘛。咁實在因為我成日追療嗬。我係咬食呢咋，特別佢咧唔是把它整個 absorb 嚟咋，是我治療食咋。哦，我療食就係嚇，變咗係咯，我不多係多粒呢，成個短時間可能特別唔是嚟啊，把它計算出來啊，把6 kilo 粒呢。哎呦，這6 kilo 粒啊，6 kilo 8你看呢，我講。6 kilo 粒是咗這半啊？4半。啊，4半4呢，講4。大波嚟講生就4咯。just 4，แล้ว我講佢表緊啊 ，after 6 months 呀，我個隻來硬啊。哦，依個咪驚咯。我個隻來硬嚇，我個隻來硬，然後伊就同我講啊，我個隻去吹伊嘛，伊講啊，你這個囡仔未出事咯，伊講，特別我買開出來講。because 嗱佢哋上渣嘛，冇夠啥，冇夠爆珠就掉啦。冇爆珠。冇夠爆珠，未使聲，係榴蓮未使白多。6 kilo 粒是5.7半嘅，差唔多冇夠啦。我就4年，即係要打波嚟講就4。打波等4，因為打波 normally 3點。嚇，打波講大嘛。แล้วแล้ว就同我講，你會見到成個時被出來啊，特別我個隻買係出來個，因為那時講一出來啦，你講坎坷，就是見到上細漢啦，你個特別係啲唔知幾個月做啲係你 oxygen 哦，你 tube 你 incubation tube。啊，你個坎坷個。
係，伊講囡仔個無好，你個感覺個，伊個再拍一個針好啊個，個再搖㗎嚇，巴拉陣機差不多9月，阿面針聲9啦，爭3禮拜嘅出事。你真係講人無 incubator 嘅時一樣用係咪啊？等我想下plastic bag， handbag， 唔是。黑幫打。見招曉。哦，見招曉啊！係咪數？見招曉一言啊！你知有我看過真啊久以前啊，唔是講無 incubator 喺啲金邦嘅位啊，人上家上線啊，我用見招曉一言，你知我不未記啊，我嗰個細漢，我未記啊，就講是見招曉。出邊。見招曉只隻見招曉只好用啊！嚇，穿得最嚴，你就話佢講卡個真係上家下你 princess and the bee 啊，你就係卡呢嚇。哦。Tapi what is the purpose？ 我唔知喎。Is it protect it from 個口啊 ？I think so 啦，嗰啲是見招曉咯。一言個一言。特別我寫白背呢無想啦 ，because 伊甲我開刀嘛，伊甲我開刀遐，伊甲我剔我水流個了，你知我個了有幾粒無？大粒嘅啦，上家巴拉陣雞頭 baby 嘅頭安尼大粒一粒，然後出嚟個了6粒。哇！4粒，伊講巴魯對被 grow 呢。哦。伊講巴魯對被 grow 嘅，伊講我甲你剔起來。你這是 after 你生囝過還是甲開刀？無，我是簽開刀簽。哦，那生cesarean 嘅是到 take 出來個了。無，伊是照到我一粒大粒嘅嘛，伊無看到我係個6粒大邊4粒，伊看袂到啫喲。所以伊開刀時呀，伊看到呀。because 我是做嚇，我做半身嘅啊 epidural 嘛。都伊甲我講嘅時，我聽會到嘛。伊甲我講話時，我知嘛。because 我手會叮當，我拎本。有 feeling 啦，什麼拎落去個啦是無 feeling 啊啦，所以伊同我講嘛，伊講你響唔是干那一粒，只粒是啲大粒了嘅，佫有6粒攤條你 uterus 入邊位，伊講我真奇怪啊，你會生囝伊講，normally 有安尼款嘅人嘅物件啊，個咧就塌嘅嘛，未 pregnant 嘅，甲我講，伊講你真正 lucky，伊講你有囝生，伊講，嗱我生一間嘅時呢？嗱，一間。你掉塔咯，朋友，你掉塔咯。我冇掉塔，我黑潮就生出來嘛。乖啦乖 ，Now good boy，That is good boy。แล้ว特別是我剔個出來咯，我剔個出來啦，係伊個我講個一粒個。個一粒個。借出來啦，伊個我講個一粒個，到底我正手邊位嘅。伊講即一粒條我袂使甲你剔 ，because 伊生啲你血經嘅位啊。哦，驚伊流血。對，伊驚講可能伊只開落去嚇，你流血知4粒啦。แล้ว我問我講講 sorry 啊，我講 doctor 我驚你死人，你袂使我死我講。我講話咋，我講我講話個。好啦。แล้ว伊甲我講，伊講即一粒呢，我袂使甲你剔 ，because 我甲你剔，你講行嘢，因為你開刀。你就留你自血啊嘛，咁你個月經個來，你個留你自血，你冇你自血嚟留啊。所以講我自己咧，我未甲你開，我講唔要緊。然後我伊就甲我講啦，伊講你若是個在有 pregnant 嚇，你看咩聲？因為你真正看咩聲？你聽我講，我講我這 story 就出邊嘅啊。你講啊，伊講你若是有先啊，你特別生，因為你是未生囝人嚟，甲我講。哦，係。because 你面就真正特別濟貴人嘅。哦。伊講若是講我當你甲你稱啊係，你若是有 pregnant 嚇，你看咩聲？你愛你袂使買嘅。哦，伊唔是講若是有 pregnant 看咩聲，伊講若是你袂驚嚟講你看咩 pregnant。我是想講，係啦，我想講你就有驚看咩聲 ，OK，一禮拜噗生出來啊。冇。誒，我甲你講啊，我生來陣嘅3 months 啊，我有8倍你知？哦，我咁你當然我甲你講啦，我安尼久啦，我真正坎坷有驚你知喲。嚇，你就好啱隻會是咁樣叫做生嘛？嚇，我唔知講我有水流咋，你說我有來陣嘅啦，我就講我有水流咋喲。
所以伊甲我開刀時，伊甲我講咯，伊講你若是有心，你袂使拍架了。伊講你愛，你無了，伊甲我講。講個準準，你知唔知？伊真厲害，你知要。because 我真相信伊就，because 伊甲我講，就是 music 是最。嚇 ？music 是最大兵啊。music 啊？就是娃娃咯。哦。我冇 music 到啫。鬥嘅。OK。所以แล้ว我寫啦，我寫啦，เวลาจันเก๋我有白背時啊，好啊，我袂驚咯 ，because 白背狗啊大隻，白背真正大隻，你知要 ？because 你白背啊，啥是做高咧？你撩個啦貼出來嘅數。嚇，因為白蘭雞話攞磅幾呢嘛，6 kilo 幾嘛。一生出來3 kilo 幾你知喲，差不多4 kilo 啊。所以以前啊，當然我袂驚嘛，我袂驚。伊是唔是因為你生不啦真嘅是伊你接一粒個你刮出來個咧，變咗伊absorb個咧。對。แล้ว我生白半時我讀 KL 嘅 doctor 都無好 ，KL doctor 我講我嫌死啊，我唔是罵人個，我罵人，你知我讀 KL 生啦，我讀啲聖多沙 hospital 生你知嚇。我伊人袂曉嘅嘢，我甲你講啦，我做 epidural 啦，一直直到因為做咩事迄個點聲時哦，因為迄個點聲時人頭剃囡仔，就係換囡仔就，嗰啲 KL 時，然後伊硬硬甲我講，我喺度困，然後我甲你開刀，我講我唔愛困，我講我要請，我甲講，我講你我做 epidural，伊講我就已經做安尼幾10年 doctor 啦，我人這邊嘅 hospital 唔捌做過 epidural 咯咋，我講我無插我。甲你講，我愛做 epidural， 我甲你講。แล้ว結果你就係安怎哦？我特別較勁落群厝，咧真正大勁。伊個一個 operator 嘅 room 嚇，甲了真正水，真正係咪甲了30個 doctor， 啊不10個 doctor， 20個咪是。我算啊，我只其實嚇，伊人愛看，伊人安怎做，你知哦？然後我來做白鳥厝啊。誒，超導致是聖多沙地係伊波羅嚟啊？對。你伊叫我嚟做白鳥厝就要，係啊，伊叫我拍麻醉針啦嚇，拍麻醉針啦，我到啲Adventist 拍啦，即個少年家真係少年呀，迄麻醉即個甲你拍即個麻醉針嘅，落到另外一個嘛。伊就倒落去爾啦。我上講紅遐電話是粒呢，我就佢是好麻嘅咧，我就我是個債嘛，我債嚟嘛。我到啲聖多沙啦，一倒我一打啦，一刮我啦，我甲講我甲講疼，我甲講，我目睭要未驚，一刮我。喲，好咪？一刮我3刀啊！一刮我3刀。這個常常發生嘅，這個我特聽到嘅。常常發生嘅就講，伊個藥佫袂來吼，伊就甲你掛了誒。做咩事啫？目睭落管無夠咯，無夠。無着nerve嘛，你若是着nerve，你就要買嘛，就是。即政府嘅下面就常發生嘅，政府嘅攞管較常。我唔是做政府嘅咋。我知啊，你神多沙唔是啊，特別咱大個幫人家自家去神多沙會變變。我同你講啦，我妹啊。你知我妹咋？我講啊，我個一個 baby 在厝，這是我第2 baby，你望做我死，我甲伊講，我妹煩啦哇！我甲你講，你知哦？結果迄個面試開刀互我嚇，伊妹迄面人咋？伊妹迄個目睭先生，你知目睭落管你知 ，because 伊無，你迄個目睭落管甲我講迄面咋？伊講啊無我互你困咯 ，because epidural 會袂曉，困誒無相你知哦？袂曉。伊袂曉你知喲，了結果響叫我困，我硬硬咪使數伊嘛，伊袂曉嗰邊硬硬跑路，伊會使叫別人嘅嘛。我後尾甲只係拄30幾針啊。喲！你咧後尾嘅喲，驚死你啊！水嗎？伊拄蝦米30幾針是蝦米誒？epidural，目睭有咯。伊是阿公嗰個，伊是查我阿妹識做咁滯啊！阿妹識做。哇！所以話你 imagine 嗬，你阿妹把隻迄條大骨嗬，伊針嗬，你當機嗰個針嘅當機差唔多。我看到伊日出來時，我食起了呀。哇！伊一入去呢，迄個針嗬，哇！你規人成個成小魚啊！
我會使讀8刀，我安怎聽唔要緊咯。我看到迄支針哦，你叫我第2刀，我想到迄支針我才驚。因為你後尾迄條8隻棍，你知哦。actually 係你一支針啊，真正 dangerous 啊。若是講你拍無好事啊，你會 paralyze 啊。所以當今呀，我有嗰啲無好事咯，當今因為你我有聽，越來越無力得聽嘛。無力聽袂使徛久，袂使徛久。對咯，當今我都是有 problem with the 我 smile 加講齋嘛，加講對，你會記我 smile。當今我把你做啱咗。當今你當今講起，我把你甲想到，哈咪事我當今大隻骨都能聽。就是 epidural 嘅事。epidural 啦，講個表緊哈，你 epidural 後，你是有你煮來就有血聲，你煮來就無咪會記物件嘅咋。แล้ว我想講 luckily 我想講金哥咯唔是 epidural 嘅係啊因為伊 affect 你嘅 memory 嘅咋所以我下啲時我開到我生我驚無久啦我直接食金哥我食到對你知啊無啊，我行落，因為 memory 就會 lost 咗嘅，會識。Actually 唔是干那 epidural 呢，干那 anesthesia 你本有 memory loss 嘅。memory loss 你 any general anesthesia 有嘅，干那拔針啦，干那拔針。你就叫佢拔嘴嘅本上安尼款嘅，伊本是。你去拔嘴齒，拔嘴齒嘅時咧，拔嘴齒嘅拔針。本出事啦，嗬，伊只要出名，你知有。我到短去隻啦、拍針啦，係咪個了哈？到底係你成間係200蚊嘅 baby 哈？個了人就講一個囡仔是 epidural 嘅 baby 嚟講。哦。個了人會真嘅就有。個了哇 epidural baby 轉來咧係咪個？because 什麼事啊？30咧，10咧米，10咧六公，10咧米絲，那個係你腳係你叫咩啊？鼻丹。血波啦，個鼻丹。個了開借呢，你知我今日看你血啦，你爆啦3盤啊！喲，我看到咋，一直直扎我，你知唔？買好我看，你知唔？一上我驚嘛，其實我是無驚，你知唔？我無驚嘛，我無驚血嘛，我係敢看血嘛。我講你閃，因為我可以講話，我講我可以罵人嘛。我講你閃我愛看，如果係我老就係血，你知唔？我老無知。嗰啲叫血崩嚇，唔是血崩是就為蝦米啊？會死人嘅啊！血崩是你生過後個係叫血崩，我這裡唔是，我這是一個我開到老嘅血，開到老嘅血，真我乜老嘅血？你看我驚困去啊！我呢血夠清晰，困去啊！你看係困去啊！血崩是安怎嘅？血崩是你嘅子宮開啊！應人查某若是生囝過啊，後生囝過是 normal 生嚟講啦。你生過了，你子宮特別手術嘅咋？你若是子宮無手術，你血咪崩咯。哦，崩人講崩血刷咯，人個我嘅第三係所掉咯，規3嚟氹配嘅一崩。喲，唔是係你氹配啊，係你咱古早用嘅氹配鐵嘅，你慣慣嘅嗰個乜嘢啊？3氹配啊一崩。會死嘅呢？會死嘅都係你。結果呀，一起就對一好個仔，一嘟好搞到困住了困也帶鐵先至喺你子宮裏邊啊！子宮裏邊咪喺腦嘛？因為醫生就嚟查我驚呀，大胃不啦真嘅死過幾點嘛？呢是叫做 placenta previa 呀？嚇？是叫做 placenta previa 呀？唔是 placenta， 意思就啲 cervix 嚟嘅。伊會出下邊個了，因為人生囝過啊，人是咪特別冚嘅咋？因為你生時你是咪開嘛，對唔對？cervix 開。生過啊，你特別馬上冚嘅，無冚就是唔對落了。伊呢是 after 一禮拜了，佢嚟開咗對嘅。哦。伊是 after 一禮拜，所以做咩說人生囝啦，叫你人是主人生人啦，你袂使白起白落咯，because 做咩說啊？伊名稱啊，是到底卡頭開。無上個人嘅名稱，你看你卡一個嘅嘛，對唔對？伊名稱是在啲頭髮，所以伊就到尾靠護領啊，未白起來也係咪咩？伊不是，你看在啲頭髮，看熱起來激辣啊！
激加伊嘅子宮嗰隻開咗對於你知唔知？誒，我講這邊嘅我每 before 啦，每南晒是啊，即就是細個驚成嘅每人佢查某就正三個查某，即喏。開到啊！就邊度邊開到？我妹妹係你啊！我妹妹大兵有驚嗎？有。大兵你誒嚇你成驚是你有去看你冇生啊？我冇成驚啊，我冇生啊。係啦，我使你去看你冇生啊。我看到我冇生啊！伊出來時咪是嗰啲淡淡嗰啲咯，所以你講你幾好 process 你 experience？我 process actually 冇物件嘅 ，because 我 actually 看過啊，because 我 wife 伊成日到 hospital 嘛是真前期嘅啦嘛，真 comfortable 嘛。特別咧，我 actually 到韓國到 Africa 嘅時啊，到 village 嘅時啊，人成日就是成日邊一啲牛啦，喺嗰啲頭髮位啊，個學線啊。嚇？個學線背嘢啊！有就，隔了就講佢係做水咯，係播隔了時候，佢所以會隔了出來嘛。then 樣嘅合併 culture 無是樣嘅就，樣 culture 變啊是你 help 伊嚟成件啊，你 help 伊 you know 嚟 push 下呐，就叫伊 baby 出來啊，咁只樣垃圾咩嘛對。你聽過人講食 placenta？ 喲，聽過。聽過喲，合併啊時候是你 help 嘛，樣想講是 an honor to。好你食伊，你食伊 placenta 就。等陣，要夾對伊煮嘅時陣時候你食阿邊？食咗無法啊，阿邊嘅啦，阿邊人個食啊。冇，伊有煮過哦，佢煮過哦。係咪啊？沙水。有嘅嚟煮過啊，是一頭你食 fresh 嘅頭呢？點會食 fresh because Oh my God, Jesus！真呀，哈利咧，我一回個了啊，對，貴賓個了，回個了，一貴咧，資料貴咧出來嘛，對哦。然後一出來嘛，就用時當微波嘅煮可以加前期淡薄啦。Then 一 pass around 一馬得叫聲啦，哈利。Oh my God！Then 一 pass around 一邊嘛。我個大名一皮我一傾嘅 ，Oh my God！你錄幾隻？你幾隻？係咪錄隻啊？樣個咧隻嘛，是樣個咧隻，我唔想講 OK 咁咁就 OK 啦，你冇細隻啦。我實你講豬毛啦，誒，嗱，邊個講啊？講個 placenta，係咪啊？再講。啊，你講個 placenta 呀，你在等人有點啊，伊人有大 placenta 啊，伊人。gain 起來啊！做婚做婚，佢哋 placenta 啊，伊人 believe 講啊，伊真係治病，你知有？冇，因為是上加拉當見咪係你人叫咩啊？stem cell 啦，古早老人特佢交代你係成件，你就愛行佢哋 placenta 燒起來，然後後頭你件若是有蝦米事，佢哋伊家己嘅 placenta 會當啷嘅。啊，係有啊，成個 stem cell。一般會問你 question。當今巴魯人講 stem cell 古早當人幾十年前就是安尼，看日燒佢哋 placenta 起來。actually 真正 true 就 because 人講啊，成人講是講接腔啊，或是聽咯，或是條領掉嘛是哦。人 Africa 邊人啊是誒時候就人唔是講你食下啊 ，because 你 replenish immediately 你血啦，你 iron 啦，嗰啲物件，所以你被接腔咯。哦，你是講成幾人？係成幾人啊？特別成幾人伊未食個了嘛，所以咪遲個了啦。OK，我問我隻 question， 我隻 question about placenta， 我冇 placenta 是你生出來是參咪驚出來。胎盤。哎，咪意思係隻 plastic bag 呢啊？是包掉進來。OK，所以你生驚係，所以 every time 你生隻新嘅驚係要新嘅 plastic bag 啦。because 我未曉了。伊 placenta 生出來，驚生出來了，already 一包誒。就特別
計搬出來嘅嘛對啊。哦，生時是到啲南邊嘅，after 你生出來。對了，唔驚嗬，其實是營養嚟嗰隻喲。營養嚟嘛。就是囡仔，你9個月，你只愛加了嘅第好料應驚嗬。啊，你記招嘅啦，走去一邊嘅。好料加了嘅就是啲血料唔驚了。我 OK， 我每個。嗱是講，白聖單冇挑出來嗬，會死嘅喎人。我唔知啦，就必須特別教出來啦。因為唔會走去到落去啊，唔會走到落去啊。不，雲南是嘅是血料嘅嗰度，雲南嘅啲係啊。有個人生了本身都係走起，你落棍啊，佢嘅手就去揪出來啊，真係揪出來，真正痛會死嘅，你會痛到你死。Actually， 一出來啊，一halfway出來，你使搬出來個咧。搬出來。by right，你會家己出來。其實咧，但係有個人會掉喺你 placenta 走到邊去。OK， 我問兩隻 question。OK，嗱就係講大兵捌看過嘛？成件嚇即係加工咧，加個捌看過哦。我捌看我朋友啊，成件佢放成個放曬啲針板，拔到啲針板裏邊。啊對。我計件你揾走出來啊？嚇！我計白去 hospital 了，然後伊講伊要去放曬，我咪講 OK 咯，去放曬咯。然後我講我等你外口，我聽講一下，我走入去哦。嚇！我一生出來。嚇！伊會驚拔到啲針板坑嘅。喲！啊對。會驚。伊用 squat 嘅啊。冇一借條，伊唔知，伊頭一檔成驚，伊唔知講是。因為成個放曬可能係呢啲。叫啥放曬咧？所以伊咪極咯。伊極咗嘛，就伊會驚佢啦，拔到出來。對咧，咗，我個就係到啲 hospital 啦，到啲 hospital 啦。講啦話啦，一個死人鬼個鎖妹都知喎。哦。你鎖妹都知，到尾我就劈你針板落去，嘅劈針板劈過去，有啲開妹可以係。哦。你驚 OK 哦。我會驚 OK。我個就係到啲 hospital 啦 already。到啲 hospital。咁有嘅 hospital 點樣借 hospital？安尼可能你 case 啊，可能。哦。especially 頭一刀生啊。actually 教嘅都係有一個冇係自己唔是有啲唔是一聲，點聲都係，唔知做咩快，人頭一個驚冇呢快。啊，對。伊是講伊個羊水愛破聲嘅咩？伊是 signal 聲嘅咩？冇像人冇像 case。OK，so 加工捌看過就 birth 過啦，然後就唔捌看過。我冇看到，我看到是有啲出來啊嘛，啲針板嚟。哦嚇，對。特別 OK，所以就捌看過即係毛毛菇捌看過哦。我看過鳥。video。啊！你講我看過隻地刀咧，我教嘅。嚇！伊生咗地出來，伊有陽台樹嘅咧，有咧。哦，我聽人講啊，狗嘅啦，弄完你狗家己就識去。食嘢嚇，家己踢。食嘢是。有嘅嘢曉食嘅。嗱，我教啊，生過幾隻地刀了咯。哦，但係咩跟你 only 我唔捌看過是我啦，我唔捌看過 any birth any mammal birth 嘅。我 video 我唔捌看過，我驚。我個有 video 咧。我咪看啦，I think 我咪看過。我都知哦，佢哋教話一生出來那時候嗬，一隻 protect 伊家己嘅 baby 嘅嘛。然後我厝有隻隻狗嘛，對。30幾隻對。然後有一刀啊時候嗬，一生掉一半咧嗬，把隻狗母愛嚟教，愛嚟教掉一件，死啊一生掉一生佢一半時，掉到婆婆會走。哦，個走。掉我狗。我問啦，究竟係placenta 狗嘅 placenta 是一隻狗一個 placenta 還是一個 placenta 放假了？冇隻狗一個。應該是一個 placenta 嚟。冇唔是一隻一個。一個 set 安尼出來。然後一個解一個隻一粒嘢。OK，當然我問到對大病，所以你生你見到係 placenta 係食什麼食嘅？硬會咯。
哟，會啊，佢哋會啊，你未轉咩？你真係你做乜嘢啊？呀，一隻啊，一隻。一人黐咯，一代一個，一起跟他人。人人個人邊食嘛？啊是人食，人無做面嘛，就我未使做飯嘅。冇咧，I mean 講你一個基本食啦，你哦，個基本食。你 feeling 安怎？不臭臭。就知啊，來到這位這個還沒扛出來，操！還沒扛出來。這食無食到的是，他邊個大波嘅了都被食。嚇，大波就冇乜食。無長嘅就，一季節無長嘅，兩季節無長嘅，迄個就。那死嘛臭死！咪係餓到腰踢就乜？係就係瞓上咗。特別 actually，定水缸，伊食係咪食嘅？你吹掉乜？是唔是 clear 嘅？你水咁好笑。辣椒咪是好料啊，是三包係三包辣椒。哦，這個烏lâm，這個烏lâm。The thing is，冇 the thing is，伊是食青青的款食落去。啊，伊只咪現生出來就食了嘛。成驚出來，伊本身但是頭睇出來就叫你，伊媽家己加一喙，伊媽家己喙啊，都巴臭人啊！你青青食啊 ，because then 伊 nutrients 嗰啲大病來是你講煮魚哦，伊無曉，無曉嘛？哦，養嘅時候發現啦。你無拗啊？你無拗？會拗。你冚入嘴都咪硬單下掉。誒，你白刀係白刀人飼料，白刀就人飼料嗱，但係你夾夾到嘢啊，安尼，唔安尼夾。Nice。你被拗嘅是唔是講假嘢啊？伊係鼻嘅，就是被拗嘅。鼻哦，冇伊鼻是安怎？伊鼻安怎？哎呦，安怎講個？佢一個 example 啦，上家下面鼻。係咪等我狼啊？咪抓狼，獻狼咧，抓狼啊！拗狼。誒，John today 咱 learn 到一句話啊，大嚟 episode 冇用。對 ，revisit 拗狼啊！你都在等我問大兵都在拗狼係咩意思喎？拗狼。對。係咪係？應該拗狼是成個你 stale 啊，臭味嘅 stale 嘅味是叫做拗狼。我冇聽過，你冇聽過哦？我冇聽過拗狼。冇聽過。你捌啊？唔捌。啊，我唔捌。青指甲啦。啊。好難呢，咱個學掉先字。然後我叫佢哋後點寫出來，可能按照拗狼按照寫。OK。所以是古靈三字條未食啊，就是叫拗狼啊。啊，無，你是超水，你超水，咁唔是拗狼。你超水，你是成個你去 gym 嘅衫下咯，你別記啊，係到啲 back 位入面搞掉啊。OK，so 你看我到底嚟唔嚟 ？Oh my gosh， 我totally unexpected about eating placenta。哎呦，totally unexpected。我講邊咧學嘅是第一，你別 plan 咧，你咪叫別 plan 咧，我覺得。John，出邊啊，後生話第一頓嘅就是第冰啊，要 placenta。他叫個 placenta。第水。你想講？你就知啦，你慘就是你講你知下你物件嘅時候，你到 village 到 Africa village 有冇？你是想了感覺是你買老西就對啦。哦。但你 before 你愛食係你未講驚講伊 maybe 有別類 disease 咩？你冇 time like 想本咧，你樣行你係巴士時間攏樣幾隻嘛？但係等你想啲嘢時間，以為遲你到你遲啊嘛。你想起你望笑快啊！是唔是你頭一刀看到安尼？頭一刀看到，你就想，後面所樣行了食物件誒，樣巴士攞見那邊啊嘛時候，你上你伊手架伊 placenta 行我嘴喎，你做咩？我問你大兵，你是頭一擺你看到啥驚？看到人？你第頭一擺唔是我驚，別人會驚。你看到伊生伊規生 process 本來就所樣飼料呀？嚇 ，because 我 help 了嗰邊嘛。哦。伊係你查某到嗰邊，我朋友係啦。
所以我坐伊到伊厝啊嘛，我嘅生理伊 contraction 伊 start 了嘛時候，我喺度邊響唔掉講話你生理哇嚟啊，已經嚟啊！所以未出了嘛，未做飯咧，查某咁樣講啦，特別查某伊冇得嚟啊嘛。你唔知啦，你唔知講因為 custom 是特別食，你唔知啦，按照我唔知，還是我找出去，OK， 我找出到先。你食別人嘅 placenta， 你個自己 placenta 你食？冇啊！呢個我特別別人嘅國家招啊。特別啊，嗬！伊人講成件事我嗬，你薄薄啊，無夠開無夠大，人特別係時加喎。對。掛咩？要愛開10 cm。哦，你是講你 cervix 開嘅是你薄薄妹10 cm，了解會使叫你去生，了是生未出，再來加。係啦，講較濟加，แล้วก็唔使，แล้วอีก加嗬，伊是現時加咧嘛，伊無係麻藥了特別我聽人講伊把你聽，不多係聽，甲聽過你，嚇冚過你。然後迄個加嚟聽了，你冇垃圾掉伊加了。你薄薄個燈，伊也是無加，你帶個個絲帶 jacket 個個所以就愛加。哦，較濟就加啦，無個人會薄薄安尼經緊。有個人會強嘅啊，佢加咯，佢哋未強嘅啊，未 expand 嘅啊，伊就加。每係每特件帶嘛，帶又是帶嗰個隻。有肯定生好咧，是有甜針就對啦。有啦，你冇嘅講佢哋喏，係咪講？係咪？冇啦，我講有嘅講，伊講伊成個一甜針，伊個 stitches 誒針，伊個。誒，那time咪是啊，我嘛生我那是啊，我是啊，伊不是聽只久誒，成講3點啦嗬，伊聽個假日去，แล้ว聽แล้ว未出咗就，แล้ว未出แล้ว嗬，แล้วdoctor 講未使啊，แล้ว按照極本極未出แล้ว嗬，แล้วไอ้ doctor 直頭夾嚟入我出嚟喎。哦，你是 forceps 啊？嚇，入我出嚟แล้ว嗬，แล้ว我係喙啊。我喙嘅骨啊，嗬，應該是有做掉，還是安怎啦？嗬，แล้ว我喙出啊，咪講我細漢嘅時啦 ，baby 嘅時有淡薄歪。哦，當金無啦，當金無啦。哦 ，maybe 有啊，唔知兩看下。long 講咗嗰個，我俾佢食物件，我嚟 join in again。好，你 try 下嚇 ，within maybe next 20 minutes 先嚟個，OK。OK，我食物件先，我 good to you。好 ，OK。哇，大兵加 surprise 嘅嘢，特別，你知道？依 experience 你看到我阿仔冇？你看到我阿仔冇？我攞嘛？哦，攞，你看你阿仔。該變個拖卡落去啦，別看哦。哦，你 baby， 該換落拖卡看呀。一邊嘅水就過一邊。轉啦，你阿仔驚 vacuum cleaner 冇？冇驚。我會驚喲，唔驚啊！是我幫啲洗下，一定卡吹。安怎會驚 vacuum cleaner？大聲嘛。我同你講，我細漢那時我驚係咩啫？我驚嗬，那是講啦，去成日講，你嚟教你。第二樓，那是講有2樓嘅就係勁喎嗬，伊水流落去啊，是唔是叮咣嘅？你講會聲咩？搶水嘅聲。我成日你就講成內邊有物件走起來你看哦。嚇！แล้วว่าimagine 就這物件，แล้ว我唔敢去樓頂站嘅。哦，我等陣，我嗰邊每一個南西講嘢成幾經驗啊？哇！你隻爽啊嘛？你去 5 star hotel？ 5 star hotel 成驚。5 star 成驚係 hospital 啦。要定起啊！呢度邊有 mini bar。佢看電視機嘛，你
你實實等隻機我哋機，一定。特別即一定遐，無遐。有人接來，但嘛，伊就掉塌了誒。哦，係特別呢，特別唔記得，可能到底哪一隻物嘢事。嗯。你即個微娃娃咧，微娃娃你捌看過 video，除咗看到你搞成，你捌看過 video 人嘅食。有啊，我唔捌看過。就是講我有看到伊夾夾獨卡。哦，I see。南西對你講講你去 five star hotel experience 係點？我是本地是小，你說講馬仔我愛生了誒。啊。了近日早起咧，就 construction 了。特別人講頭一胎達到辦咯，冇喎。辦生係老實講 ，after construction 咧是個辦，隻股個生啊。人講頭一胎是愛交等價會生。哦，I see，你是講卡 instead of due date 特別 after 你 due date 啦。due date 啊，愛 due date 過後，梗係生冇喎。我冇早早本來，我是21日了就早。我本地我開刀嘅日子本是早11日嘅。交等我就去開了，所以 suppose 是馬仔去嘅。所以近日早起哦。你本是拍水要開刀嘅啦，你 already 拍水開刀嘅咯喎。我 book 好㗎了，theater 㗎了 ，operation theater 㗎了 book 好嘅。拍水是馬仔嘅，幾點去生嘅，係了。所以近日拍水是講你近日早起6點幾請嘅時候。聽啦。不過 start 有淡薄呢 ，early level 呢。講我聽伊聽是安怎？唔是聽伊聽，是迄個伊囡仔哦是上個一個橋細細啦，一個跨安尼款呢。哦。一個橋水，了一個放大。所以你報道你感覺你報道係驚那個數，驚那個數個放大個放細，後面咧我你嗱曬成有actually 伊是啲 practice 出來。伊即個是意思是伊 practice 出來了，伊愛出來了，伊 practice 了，伊 practice 愛出來了咯，伊學掉伊種嘅 exercise 啊出來。特別無聽啦。係啊，淡薄聽，迄時早起是淡薄啥伊是20分鐘一道。伊是唔是成個報道碰空嘅時驚嘅你碰空嘅聽呢？唔是哦，因為內邊有一個有骹有手嘅人喺內邊，好就係。所以。所以嗱咱是大部是英文未了解啦，別了。因為伊我是想到是第幾時只到垃圾嘅聽咧。會嗰度，冇啦，真係了解你啦。想一個人哦，即係巴肚內邊一骹手安款開㗎了。哦，即係驚女裡面等下大呢驚喺度。哇！伊冇逆掉你嘅 liver 啊，你嘅 lung 啊，我嘅 liver 我 lung 是 push 起來了嘅，一定面了嘅。因為伊囡仔大漢了嘛，所以伊 push 起㗎了吼，了所以我嘅 liver 啷個了啲邊啊，安尼款嚟先。包咗㗎啦，哈。特別你是你慢慢有驚係是伊度慢慢塞會起去。伊慢慢塞起嘅，所以我人就係用講巴肚會痛啊 gastric 啦。嚇 ，because 伊入面翹來翹去數㗎啦。因為內邊暈㗎了啊嘛，翹㗎了去啊嘛，翹暈㗎了啊嘛。所以你是early labour，我 OK 個，無講真正聽。8點鐘來到，8點鐘數，因為 doctor 有教過我人嘅，伊講你 early labour 是安怎，了你會 final 嘅吼，愛生 labour 嘅，伊時間幾分鐘啊，叫我算了嘅，所以我就 call doctor 咯，我講我媽仔 suppose 媽仔生嘅喎，所以我會使近日我每近日我有安尼可能先得咩啦，是唔是隨時愛生啦？伊講early labour 啦，所以 OK 咯，伊講不要緊，你近日過來 check 翻埋啦，所以我去邊個 check 咯。即咧我伊講still early labour，但你愛咪 admit 我媽仔啦，因為會等個。哦。可能是假啦，伊講maybe 你會等個媽仔，我講咪有咯，先安尼講我，咪咯近日啦，我唔夾橋好成日唔要緊，近日啦學嘅日會唔要緊啊。所以去咯，之後伊放喺你一種嘅 bag 我，比我巴肚有喎。放咩 bag？ 巴肚有，喺你 bag 我是聽你囡仔嘅呢種 habit 嚟。哦，對。可能聽啵，了唔知前2點鐘，了聽我咯等咯，了無事，了無聽嗰度，看到 doctor 咧，我有淡薄來紅了，doctor 只意思講你來紅了，來紅嗰時一個症狀。你水有破啊？無破水，來紅了。來紅淡薄了，了我就啲學屈入邊等咯，了規日下晡無聽嗰度，早起6點聽到9點嗰年，10點嗰年無聽了，了就講哎呀，等個媽仔啊咯，OK 啊咯。了不記得大幾錢了。教你吼，暗暝9點來哦，暗暝9點過來啊，一個來順者哦。我講了
了 doctor 了 nurse 講，哎呀，嗰時渣渣個啦，冇咩物件個啦。所以差唔多，啊，我聽者無講影響到我困啊，我本是困啊。哦，4點早起來哦。4點？有影是4點早起有影是every 4 minutes 啊，來了伊會聽。伊來，應該大番，你佫再收到對，了4 minutes 佫再來。我記得講嘅是伊個 interval 看伊就會，所以你聽你 contraction 知道，in between 你 contraction 啊，contraction 叫會咯，是 contraction 只八咯 ，every 4 minutes 哦，了伊人就實際你下骹咯，你死人那時我是開刀嘅嘛，你去讀我下骹做咩咧？去摘我下骹開住條做咩咧？我老講伊。真係好煩咯！入啲實嚟炒咯，就係。喂，check 你看你就開啦，這下你。嚇！你可能忙嘛，未曉嘛，就可以炒咯。誒，你every 15 minutes 就嚟炒包，你笨超喎！你話佢係我上杯醒咧，佢我上嚟梗係冇打你嗰度。冇打人哋。我可以明，唔想明啦。我可以話做雞，就講我喺你聽嘅咧，我把如我上到對個 OK， 意思講是真聽。特別伊款查下骹嘅時候，我嗱曬迄個有影是無㗎了，你明白啥？無迄種嘅尊嚴啊！哦，呢成個 violation 係啦 violation 啊！佢你是 midwife 做嘅嘛 ？normally 因為我關咩4點嘛，所以一查到6點幾，了伊就伊就問我。因為我拍隨時下晡5點生，我係 operation theatre 嘅了是5點下晡嘅。哦。啊，了我驚把攞一扎，了因為我伊講攞一咪拍 antibular， 因為你冇掛羊水個嘛。你最袂掛，所以你拍了隻 antibular， 你會使輪到5點嘅。了我甲我翁尋常講，咪啊啦，本時把你生啦，因為已經把你時間嘛。意思講伊愛早起咯，伊咪下晡咯，已經早起咯，所以 OK 咯。了 doctor 7點幾來，所以 OK 啦，迄時。就直頭，了伊就坐一開刀咯，所以6點幾嘅時候，伊講叫我去站，因為我一站 A 喎。嚇。來啊 ！OK 咯，站咯，照條一個佢無攤洗頭嘛。佢站水我洗頭最好。你還是嗰啲聽了個？真係聽了誒，真係聽了誒，你我根本就去洗頭殼，又見我係成個嗬，白白藍色嗰隻就聽㗎。哦喲。我成個藍色啊！聽個藍，我看到我係超藍色㗎咧，我係見㗎了起來啊，我白刀㗎了變起來啊，我洗頭了出來吼，迄個 nurse 落緊面車去哦，要做吉蘭布啦，要做吉蘭布，未使啊，未使啊，應該探我膽未使做 operation。哦，就而家你落緊，而家你隨風度做。因為冇了7點半早起，7點早起嘛，冇了 operation 就得7點，你下邊擼掉去哦，衝掉去哦，衝去了同我 doctor 內邊哦是我係 doctor 咯，然後 helper 哦有兩間，一個隻嘅嘛，一間隻嘛，一間是因為囡仔出來，但是我是夾出來啦，แล้ว一間是麻醉啊。你喺你拍一個特別咧，佢人哦，แล้ว伊就好似話伊梅魯直梅魯唔驚哦，แล้ว真好 service 本來，人個幫嘅你因為伊驚路，你直梅魯叫咩名啦？佢你conscious 哦，會講到 conscious 哦，你梅魯你一係看拍人甲我講，拍站嘅人甲我講 ，OK，you can feel the touch，you can feel the push，but you cannot feel the pain。意思講你 feel 到人幫路嘅。特別冇 feel 到，只咪淺淺咪聽無啦。伊有伊拍咧站落去嘅時候，伊有迄種啥，嘟，我睇你背成個成一插北京嗰啲。成個人，我知，成個人啊卡住了把咧時候，攰住站咩事？伊咧爸爸淺咧。來咯，嗰 feeling。定理。了過後了有影是 push 嗰種，我開刀。你攰人嗬，唔知我唔知。開刀本就 push 咩？伊 push， 伊毋是叫我 push， 意思講我規身軀吼是直直叮當嘅度，像我規身軀啲 push 掉，伊是講老棍直直塞來塞去嘅。塞來塞去嘅，我規身軀是直直塞。哦。直直塞，你看呢？所以 about 我看伊你看15分鐘爾啦，我接 operation theatre 你看15分鐘唔夠，見到就夾出來啊。
啊，安尼看咯。So if 喺你聽我而家聽了3點鐘咯，而家真聽。哦，3點鐘是伊開刀時聽，還是啲啊 before 開刀時 before 拍 before 開刀，因為 before 拍 epidural 啦 ，before 拍這樣子。before 拍 IC 咯。啊。伊拍嗬，本哎呀，喺你 epidural 時看到真記哩，一拍是真聽，講真本是真聽。啊，不伊記落去把隻骨，是真記哩。伊尖啲記哩骨的是。咱每看。每看吼，成日講你once一直抱出來那時啦，那成個動機一間那抱出來。對，我愛每看，你人嘅感覺是安怎？喲，那條好嘅。啊，按照你講下你。對。你心迄邊甲起出來嘅，因為吼，伊掉你身骨內邊。你垃圾伊是真熟悉啊。那其實伊是陌生人嚟。哦，你我成個只識，特別個頭一擺看到嗰只識嘅。頭一擺看到，你等個只久了。嘿，其實真係是只成個邊嚟學見嘅人哦。邊嚟學見嘅聽眾先，你看特擺我看到嘅時啊，是成個只識咧，特別個唔捌見過頭一擺見。OK，sorry，講你驚嚟。你垃圾講一個 stranger but。你考誒10天我考伊 doctor 也來互你看嘅時候，因為你會使 request 有你 doctor 伊是定期你先外頭喺度，互你抱嚇。伊毋是互你抱，伊互你囡仔吼聽到你心跳，互你 bonding。啊 bonding 啫誒，你有你 doctor 無誒，一抱就行走了，伊 depend 死看你按乜 request，有你 doctor 伊無插你 request 伊無你，有你 doctor 無 request 伊本電互你甲伊差唔多5分鐘10分鐘，你看伊人家入去切嘅。哦，因為愛見啦，如果比如意思講一直頭一個嗬，伊比如你做咩？你在做咩見啦？嗬，一出事讓大家拍開口。你需要窗開，唔係，你看窗開。因為一直落來，伊唔是用鼻孔分開嘅嘛？用佢咪窗開，用喙。冇啊，冇窗開嘅。哦，用呢條。placenta 迄邊位。哦，你學大兵隻去啊，當然學大兵隻去啊，所以特別用喙窗開。แล้วไอ้ผ่าอีแล้วสิ because ไอ้ฮามิสุอ๋ออีhow มาสิ窗開哦。อ๋อโอเคอีใจก็อี airways clear force อีตัว用伊 lungs 嘛。哦ในกว่าเนี่ย當有ปั๊ม當有人夾俾你ปั๊啊，你ปั๊伊喙，ปั๊伊鼻孔。講啊，大佬，你講做咩做拍開口嚇？因為見仔出來嗬，伊無穿褲嘅，都就係伊背後用鼻孔穿褲嘅。嚇！伊背後所以伊是冚了喙點掂啊！你看你嗰度，伊本無講烤嘅嗰度。嚇！แล้วไอ้ด็อกเตอร์嗬ผ่าอีกาชุยแล้วอีคุยเท้า咯อีจิคุย嗬แล้วอี first breath อีขี้嗬อีขี้แอร์嗬แต่อีก้องจิอีนั่ง咯แล้วอี start breathing อ่ะอ๋ออี start breathe อ่ะอี start 用你看嚟 breathe 咯所以大家一ผ่า開But 我聽我發覺我嘅個人啊，伊人學嘅都拍個阿伯搞成烏青喎。烏青個了是一路來個了見到烏青嘛？你是啷個烏青是啷個伊個色素來嘅物件，唔是拍個烏青，唔是拍個烏青。我就講拍個烏青就講嚴重嘅。冇啦，你烏青是自然嘅啦。哦。我驚白佬嘛是有淡薄好嘅，佢哋烏青。แล้วอ๋อในควันแล้วลูกขวานเดียวเสียลูกเทียเดียวอีฮาวน่ะเสียแล้วลูกก็叫ว่าด้วยซิม整是安怎 release 其中有影是你心出來嗬，敲咯敲成感覺嗬，感覺成講你安怎講啊？你真感動嘅感覺迄種啊，真感動迄種咯，真講你我唔要講我是 automatic 敲出來嘅喎，真感覺做咗一個數，一個真係 amazing 數咯。哦，哈哈。แล้วจ้ากงบนสีล่ะจ้ากง你冇啊？冇，我唔是。這裡你是講白真，你是講白真雞，白真咩啊？白帶啊，臭豆啊，臭豆。什麼？臭，那還是來咯，還是講嚟。我頭先講你而家是出去咯，係咪 feeling 都好烤哦？烤啊！
把條烤嘅嗬，烤，標嘅烤嘅啦。我看到我啲空口有我驚嘛，係我都知哦。我看到意思啊，我講誒，點解做我驚佢成個古靈了？古靈，古靈啊！我冇烤誒，because 我才講我才同我生意嘛，所以我未使烤。我若是烤啦，我未使烤啊，because 我未 tough 啊。你就 tough， 我會做。你知我生時就空口，你知喲。你聽古聽10幾點正嘅事。我嚇？你講咩？你聽10幾點正嘅事。你講我聽16點正啦，我是聽到未曉講，聽到未出聲。哦。我只聽一禮拜，我知。嚇！你只聽禮拜？聽一禮拜。4半麥㗎，doctor 嗬，4半麥佢開到聲嗰度。咁即係你睡班未使咯。有水嗬，有幾難節啊？催生啊！未使嘅。4半麥佢到我知啊！你講啊，聽到陣間愛去跳樓絲去啊！哦對，我講起這項物件吼，我有講我有一項物件就是我 friend 啊，我同事來啦，伊是 that day 是 because 唔知是安怎啦，但總之是 doctor 有問伊講，愛咪成日講催生，催生家庭催生啊，了伊。結果是成日拍針咪就咩啦，一買咯，一買伊愛可以自然生嗰隻。催生是叫做咩啊？催生是叫咩嚇？即係講叫咩？催生呢是小咪咋？有啲人是龜頭點聲了，你你禮拜你就要催生，你無法。你知哦，迄個時你就要催生了，如果是囡仔嗬，若是講囡仔大你不當放曬啦，你食佢家己曬啦，伊會死嘅啫喲。哦。你嗰時候安尼款嘅情形，就叫你催生。催生是叫你較早叫乜嘢嚇？叫做 induce labour。induce labour yes，induce labour。一般佢哋水落去，互你加，互你巴肚聽，互你巴肚加有聽嘅拉沙咯。了，我生時啊，我隔壁嘅鄰啊查某啊 ，sorry 啊，這邊有個鄰啊嘅人我話，呼啊，有，特別只搞只，唔知嘛，唔知講係咪個鄰啊，哇，屌啦，真個我本身嚇我是無驚啫要，我本身無驚，無蝦米物件食甜啊，because 我被搞到，哎呀，我被ทัก淡薄嗬。即係物件成日驚，就大人嘛是聽無聽嘛，咧佢成日驚講叫嚇，我伊講㗎。冇我講係考試，我講係考試啦。講啊，伊啱嘛是無來㗎，伊啱嘛是無接來，佢無考到。伊啱嘛是接來考嗰個大聲，哎喲，我看到介仙呀，了我規個房間啊四個名稱嘛嗬，嗰啲人特別準，一直講嘛，無人講就一人講。講㗎，哎呦，我都唔 understand 你最講嘅就是，你個講個考就，你係咪是自己講，你未使考，你未使一個單，你愛寫時，你無力嘅，而家是你有力嘅了啊，一串嘛，對哈，佢盲考，แล้ว OK 啦，老公咪是接嚟無考啦，但係硬接嚟考，哎呦，梗係我講，我出頭我講嘅是講，你看到你嘅頭髮，冇。我無喂 doctor 抱嚟學我看時我無考，我個 feel 到我生了，我嚟看話 you know 盲了啊，我都知。你咁你是成日看呀較成功啊，你可能感覺。對，because 我 feel 到我有本來嘅時我只排名本來就講咩 ，because 安尼袂好勢，佢驚假啦，佢安尼個技術呢，你知要，你家己個無好勢啫，你知要。不多啊，計空空呢就我有30幾時，不多只空空，because 你追流甲我鬥逼啊。然後直 grow 啊，追流直 grow 就逼到我下不多聽，你知要。啲硬呢？伊硬咯，上個不多上個。挖到呢定咗。哦。我講。會話你看到你幾我講我 friend，我同事嚟。了伊巴肚就真正大，你知哦。了查某嘅先生看到咧呢，就有解講，你是唔是應該特別去 check 者了？應該有可能是會使生了。是安怎啦？แล้ว特別呢，伊就堅持講愛互伊自然生咯。嚇，แล้วนี่
有一日呐成日講伊 already 是愛換了，就愛換一個生產期啊咯。了伊就去，了伊就準備開了嘅物件，了我人是同事嘛，了我人看到伊巴肚直直大誒嘛，你明白？就是你會 feel 到講伊會驚，成日講哇，咱看到伊成長嚇，你看，晚仔會知呢 ，suddenly 我收到 message，伊講伊叫我代替伊代課啊，是咩？你看咧嗬？伊講伊驚大巴肚死去了。哎呦！了伊會迄個磁帶啊，嗬。咕窿着伊啊。嚇咕窿着伊。哦，咕窿着阿冇咕窿字，就是講坑咯，着塌咯。嚇。磁帶係咩？伊會大呢，迄條大，迄條大樣食物件，迄條大。你解加伊umbilical cord 啊，頭仔大，頭仔大，頭仔大時嚇。了伊講伊 describe 伊 feeling 嗬，伊講嚟會知嘅喎。哦。會知嘅喎 ，because 伊 feel 到講我嚇，伊會 feel 到講我 suddenly 伊巴肚成空起啊。哦。แล้ว伊就慢慢去看 doctor 了。哦。แล้ว就嚇，แล้วกระจาย講哦，伊驚 already 死到巴肚嘅位置啊。安尼看，隔幾日來生啊，你知無？有這。So which means that 伊驚出來呢時，伊講伊 doctor 個互伊看，伊驚。個互伊看伊驚了。考個半死。係啦，我一邊本是，我一當時本是短細個內搭波，因為是一個 funeral 可以啷個，內嘅，啊，內裏不保嘅啊？短是內裏不保去。哇！哎呦！就我嗰隻先嘅啦，嗰另外一人嚟把路過嚟參觀嘅，就是最雜波。我個 last question，迄個啷自然生嘅。有啷接起嘅時，家己提嘅是面試甲啷提冇？面試提咯，面試提嘅，無唔是做嚟生，我人開刀本是愛提。開刀本就本掉嘅，一下你做白針機咯。啊，一個有放曬，伊放喺你一個水，一個學你曬就啵流出來。呀，伊講你生時啊，你極嘢咁樣極曬出來嚇，會做到變得垃圾嘛。我在最是，我在滾水罐，是啊，滾水罐，我在滾水罐嚟，人家冇聲滾水罐。但 actually 是這樣嚟講，你人極嘅是本是曬本極出來，哦冇啊，你人冇自然生過。啊對，滾水罐咧，因為我開刀本是安尼款嘅像，伊本是愛 clear 個了嘅。So which means that 本是你看啊，像 procedure 嘅。我真好笑嘅，我啲人 doctor 驚就是驚 infection 啊 ，post operative infection。啊，對。Because 伊個頭毛，咱頭毛有伊個 gland and everything 有 bacteria。對，驚垃圾嘛。驚個垃圾就見啦，上面個啦驚垃圾嘛。我開到啲好笑嘅，我哥噶我嫂呀，樣就做工嘅嘛，了半暝啊。別個點劈到罐住嘅藤啊！真係嘴話，未知嗎？嚇，琴日 visiting 阿乜鬼啊？嚇，係你試入半年入整啊！係你六罐做阿未貴少啲嘛？即係到咗 Adventist 啊，係咪 Adventist 喎？嚇到Adventist啊！แล้ว啊我個就衰咋，弟弟講笑哦，แล้ว我就開到嘛，แล้ว弟弟笑不到個甜啊，你知喎，弟弟抱咗你不到嚟笑，你知喎，แล้ว因為伊 feel guilty 啦，因為啲屎伊無用嚟看我嘛，แล้ว我按個度 KL 你知喎，แล้ว啲屎伊無用嚟看，伊就暗暝放工，แล้ว就坐埋手嚟看我，你知，แล้ว伊 feel guilty 做笑啊，尋你數乜病去啊？嚇，就是佢我唔會嘛，我講老人到到接嚟，because 就係講係邊個咧 block 路呢邊後度接啊嘛，伊講我揾行啊，病接嚟，我講，伊講冇嘛，冇人嚟陪路，咁樣嚟使，伊講你做咩事？因為嚇佢早起佢暗暝嚇冇人嚟看我，你知喎。哦。because 我所有做工啊，我個人做工，我按個到 KL 嘛，係時我成成個月我按到阿未出嚟。誒，葡萄嘅嚟啊，葡萄嘅。
不過嘅嚇，了真好笑啊！你就係我諗嗰邊去到啲外口嘅嘢啦，係你攞表嚟講話講緊面試之類咩話啊？你面試，安怎看到樣安怎關人出啦？嚇咩咯？我讀到你咪，你真係當件事唔是看咩點先？你講話對嘢講，做咩？我講個位數，唔係好笑。哎呀，葡萄牙歡迎，葡萄牙你多，安怎你出頂嘅呢？成個 hotel 呢？睇啲喎。誒，你話得咯？你啲外口嚇 ？Hello。聽到。I think 伊未聽到人啊，我係聽到你。安怎伊紅景嘅呢？伊後尾成個誒。Hello。伊紅景來過。葡萄牙。影有啲啊。想聽到我講話嘛？聽到啦，跟住講嚟講你 natural birth 咯。對，我聽老師。下來講，琴日講我聽你。琴日講。安怎勁？了後你朋友嚟了，我叫佢 online， 我就我驚我叫我車個，就每天人都半死啊，等都困去。我成頭一看嘅是是 how many hour 8點鐘。8點鐘。我頭一看聽嘅是，我落看嘅是聽到半死入會，想監督嘅那款。So 輪係最破亂係去到近處嘅，because 冇看伊個講多長單。So 我係去講，我明12點聽 ，so 聽就冇多聽，就喺7點車嘅時多聽，然後去 hospital。去啊！等你哋聽，你每我拍 epidural，if I'm not wrong the name is called 拍嚟針就叫做 epidural。所以我頭一開始我有拍冇感覺聽，so it's very relax，真係爽嘅。第二間冇拍，喺你成日只有 torturing 嘅。哦，聽叫救命，喺你 not too bad 6 hours。你頭一個聲時候，你無聽你拍 epidural 是嘛？所以你極嘅時，你按照你會較感覺極哦。極未講感覺，基本是差唔多，特別你冇感覺講輸入補上嚟下，但係嗰陣時我極我感覺極一陣，因為嗰時 feel 你感覺到聽是？你 urgency 嚇？是。แล้ว你經你聽你記得聲頭就講出來時候，破你驚時都好，覺得你驚。好，你冇好。好。真係冇好。佢係出邊嘅少少痕嘅事。Then straight away 知啦，係攞學 breastfeed 養兒時，因為多啲朋友時間 breastfeeding 嘅嘛。straight away 就知啦，係攞叫做 breastfeed 養健啦咯。你特別教 training 未講頭就頭係曉啊嘛，對，特別慢慢。有人來 train 你。對，所以我時時我遲我後生時，我遲夠考 because sorry， 強可冇用。但係 breastfeed 嘅隔了本事，講條 breastfeed 隔了。等陣啫，你聲就大聲出嚟。你要 breastfeeding 想拍剪開那種。哎呀，我看到你面啫，係嘛？佢最慣。哦，有咩？David，你明明 online，你開 Sky 係單有路人呢？最。哦是啊，伊別曉用 Google Plus 啊。我講 Google Plus，唔講咩 Skype，我講你去 download Google。哦，我有 Skype 本啊，我使可以。因為等陣咱特別第二出了，人家咧寫信的人來 ，OK， 我冇看大啊，佢第二出生囝，第二個囝是，比較短點半鐘啊，所以我係看大隻聲咧，時間就會講好。OK， 我未講過啊，加入 Chinese school。哦，未去 Chinese school 啊？啊是要笑啊，講了耍，講了就耍啊，正。但是講每個另外一個 topic。你要嚟 join？我可以。你行了，你講你生嘅時候，你卜卜攰自己好聽，你條教條聽講冇？你使冇用？我聽一禮拜兩禮拜。一禮拜兩禮拜都好啊。你幫助是咪會生哦？一禮拜半。會生哦，幫助是。會生淡薄咯。哦。你成日佢有啲直接講述講嘅啊，似乎你啊，特別有愛啊。係啦，你特別白刀你個對嚟啦，白刀。
巴刀你對那是啷個講啊？你看巴刀對嚟。after 啷生出來嘅是啊？啊，佢是講過啊，好似是。驚，我講過遲驚咧。但我啷講做過，啷講過做過。做過我我 lucky 啦，我生落嚟本時我數我鳥，甲我看落為止。哦。冇啊！我阿妹是我家己個啊，小人咯。個無靈喎。個無靈，真係被切嘅嚇無靈。有 stress 嘅，嗯。我去過年嘅兩兩間，一個兩年，一個3年。冇啊！我一個月呢，我去發我別當啊。我可能這邊靠真無相。啊，真靠真無相，我就是無嘛，自家半死就是無。咦，人講是有 demand 有 supply， 你無試過是個無。我試，我大隻本泵，我大隻學我驚叻咗，大隻泵我泵到我係 confinement 你啲看到我泵到咁薄呢，一襟呢，就學我驚練，我驚個無夠練喎，個烤喎。你只無夠喎啩？泵喎，泵到我係白隻可。把個了咯，我把隻這邊夾本壞皮啊！我 confinement 掉嘅嗰陣，我個 stress 加之你睇持股令，我冇太要食啦。男生你食無夠錢啩？冇啦，我係咪本隻啊？我 confinement 你啲係咪西本豬木瓜啦？嚇，絲瓜咧？冇西絲瓜，鵝糊啊！人講鵝糊啊，麻油我食麻油啊。即係是同人講嘅，特別想按摩，我是雖然我是按摩教嘅。頭一節個零曲卡佢啦，第二節就4卡，第三節個 friend 係0曲。我想靠住講對唔對？特別我講啊，我零講性格，冇可能去零曲啊。等陣啊，觀主管你麥直直講到你麥講到你3，所以你直直切飛字能冇？嗰條歪頭冇數。哈，了。OK。抄到，我講未抄到。Confinement 是正。theory 哦，正有咧咁樣。是咩？我朋友有陣時，當冇上線啦，咁做老闆嘅，人講啲所謂，即係定係是微信啊，笨蛋啊，笨蛋啊！只人講冇只人講個健康嘅，我哋唔知啦。夠個人鬼牛背嗰自己。OK， 我俾小蛋啦，等我俾小蛋啦，看個 continue 就 show 啊，我這特別 cabinet 就是抽到咯，同埋個有大餅就不能帶，然後個有毛毛菇，個毛毛菇個南西，然後個dragon 個。觀主管嘅起來咧，個我哋嘅 BB 娃娃，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咱就是接條聽條接條，無我俾卡咩because有等啊 ，OK， 看你做佢講，拜拜，哎呀，等陣，我俾佢開我聲，我 music 冇叫 ，OK，拜。